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1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台北市去年发生一桩一岁囡仔互灵母虐待死亡案件，这个囡仔呢，佫是互社会局转去互下毒手的灵母照顾的。国民党立委要推动不在籍投票，连大选也会当对境外投票，不过中选会认为会当对公投来试看卖。台南好省长12年一届王献大典特别开始，顶一回王俊出抢邀请，已经是36年前，民众也拢三支要看。台北市伫去年发生一桩一岁囡仔互灵母虐待死亡案件，这囡仔的手指甲拢互戳了了，头壳也拢乌青。这个囡仔呢，佫是社会局儿童福利联盟专去互下毒手的灵母照顾的。台北市一个1岁外的查甫囡仔，因为老母入家无法度照顾，经过社会局甲儿福联盟转介予姓老的儿母照顾。不过去年12月，这个查甫囡仔雄雄红送病院转死亡，在生的时阵哪像去儿母虐待。这个查甫囡仔家属的朋友真唔敢表示，囡仔两只手的指甲拢红绑起来，头壳有真侪所在乌青，就连喙齿嘛落去，甚至还佫用喷甲刺。10根手指头的那个指甲全部被拔掉，已经没有办法分什么额头不额头了，整颗头都是淤血，真的是很严重啦。因为尸体真的会说话。专案目前由台北地检署侦办当中。家属的朋友讲，这个查甫囡仔是去互社会局、家儿福联盟转介予这个涉案的儿母。新北市社会局表示，并无强制出用的情形，儿福联盟嘛发声明回信咧表示遗憾，讲会配合调查，嘛提供必要的协助，强化儿母审查的条件，甲社工访视的流程。这样的悲剧，我们这样的感到很震惊，也感到很抱歉。会配合检方的检调的调查。总部已经在检视说，还可以再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去确保这样的就是悲剧不会发生。此案并无强制出养情事，是家属主动向社福中心求助，提出出养需求，社福中心评估后提供卫生福利部许可的合法输出养媒合服务机构资讯给家属参考。儿福联盟表示，这个个案去年9月托育了后，连续3个月拢有去访视，一直到12月份，儿母讲另外一个托育的囡仔破病才改时间，想要到月底就发生不幸的消息。这个查甫囡仔去合家儿母虐待死亡的事件，引起社会讨论。监管基金会认为讲，为选择儿母追踪托育的环境，关心囡仔的生理甲心理状态拢真重要。政府针对居家儿母，每1年做2届访视，确实有改善的空间。这个相关的管理强度是不足的，因为我们如果是保姆，他有定期的在收托幼儿的话，其实就政府的一个管理来说，例行访视1年只要2次。邝雅静表示，等待收养甲出养的囡仔，政府应该加强管理的机制，落实闭关的日头。嘛，希望访视人员在检查的时阵，针对囡仔的安全、情绪，甚至是日常状况的追踪，拢会当有更较周全的配套，避免遗憾的代志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苏丹红事件是愈加愈多，包含卖这细丁火锅的三妈臭臭锅，也无卖这个咸麻火锅，也袂当加咸咯。另外，这南投的金福华食品呢，背后全台湾店家沙地酱也受到污染，必须爱落价回收。高雄市卫生局追查源头，认为这丁赞加工海巡等公司因的关系真复杂，认定这11间公司呢，故意用无正当的手段进口有毒的咸姜粉，依照食安法甲因撤照。苏丹红红报继续滚价，全台连锁小火锅、三妈臭臭锅宣布暂停卖咸的口味，也暂停加咸服务。麻辣锅，还有我们用卤酱去卤的那个鸭血，还有加辣的部分，我们就停止。因为顶管厂商受波及，三妈臭臭锅虽然无用相关的原料，依然自主停卖。另外，火锅一定要用的沙地酱也出问题。南投金福华食品公司将近9000公斤原料，已经做沙地酱等55项产品，出货到全台小吃店。业者强调，价钱料准代言的迄种沙地酱无受污染，消费者若有疑虑，愿意接受退费退钱服务。以不保系来讲的话，是到小吃店、跟餐厅，还有盘上一些的那个小型火锅店。是全省吗？还是？是全省的。你好，我这边卫生局。
高雄卫生局警员并分进一道各队查源头，为调查海顺电站等公司物流甲金流等关系，发现附近2个地址，其中一个地址有6间，另外一个地址3间。海顺甲上丰是另外设厂，关系企业真复杂。高雄市府出动手将因撤照。有鉴于上述关系企业故意恶性透过不当手法输入有毒辣椒粉，卫生局依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4及47条的规定，废止上述11家公司的食品业业务登记事项及食品业者的登录。对于参委的行为，明知道它是危害身体的添加物啊，如果仍然使用的话，刑度或是它的处罚太轻啊，我们会建议主管的机关要加重处罚。法务部要求相关质检署扩大侦办，也呼吁处向业者马上回收。小组12也甲相关业者开会，甲业者达成3项共识，包含阻断非法产品伫境外，落实自主管理，确定原料安全，甲自主通报记录产品关键化解这一摆是安飞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届这咸姜仔粉出现是按风波，所去影响到国产的咸姜仔，这价值是贵的大落。去年3月呢，这挂价1公斤是82块，即马刷落到53块，交易量也平同期减少1700多公斤。农粮署表示，这苏丹案事件影响到民众买意愿，不过国产的咸姜仔真安全，过一段时间价值就会回来啊。全台湾拢在关注苏丹红的事件，唔但番姜粉，连咖喱粉和胡椒粉嘛含入食安风暴。这个民众讲，短时间内唔敢搁食番姜类的制品，就是会用那个生辣椒切来炒菜啊，或是配料还 OK， 化学的或那些工业的我就不再用了。我有时候搞不好会把它丢掉了，然后我大概就觉得不会吃，尽量最近都不会吃，以后可能也不会吃吧。受到民众对番姜类的制品失去买的信心，敢若嘛影响到国产番姜的买气。根据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交易行情，去年3月初1到初10，一般的红番姜伫台北市场的批发价是82.1块，但今年缩到1公斤53块，两个是差29.1块。但交易量嘛对去年同期的29446公斤，那个剩27693公斤，减1753公斤。辣椒的价钱有比较便宜啊。现在差不多1斤70-80块啊，之前过年1斤差不多130、140。因为苏丹红的事件影响民众去采买辣椒的一些意愿。那其实我们国产的辣椒都是新鲜的，虽然是价格有些下降，我想再过一阵子之后，大家对国产的辣椒具有信心，我们的价格应该再回稳。因为民众已经受到苏丹红事件的影响，国内有面店拍算伫店内打浸会番姜仔的厂商合格证明，还有连锁火锅店甲酒寮区的番姜粉改做国产的青番姜仔。要去印出来，要贴在这边的，因为现在很多厂家都这样子做，我觉得这样是为了大家安心的。之前所使用的这个辣椒粉都有取得，就是厂商呢主动提供了相关的检验合格的证明，在消费者使用的一个安全上面，主动的采取预防性的下架，所有的那个辣椒粉全部更换为生辣椒。苏丹红的事件一直烧短期内民众的消费习惯嘛对在改变。农粮署呼吁讲，国内在卖青的番姜仔，差不多拢是国产的，安全有保障，没有加苏丹红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捷运淡水线叶线的人树林站，初10早起呢，有民众撞入去铁轨路，警方赶到现场，发现讲是一个34岁查某人，伊爬过铁网仔做的围篱仔，伫咧铁轨路顶头行来行去，佮爬这个围篱仔离开。台北捷运监控中心发现了后，随测量电源，确定人已经离开，才恢复运行。这个查某人已经违反到大众捷运法，上重会当罚到100万。铁丝网有损坏了，我们有跟监控中心讲。初10早起有民众报案，讲伫捷运红树林站往淡水的方向，有一个查某人走入去轨道，警察去到现场，发现伊甲男朋友冤家了后，爬过铁网仔，入去捷运的轨道，分尸点有去互铁网仔刮到的空喙。差点无啉酒啦！消防队去到现场的时阵，这个查某人已经阁爬出来离开轨道，因为发现围篱仔有受损，警方随通报台北捷运公司，监控中心接到通报了后，安排双向列车停车嘛断电，一直到这个查某人离开，处理的时间差不多2分钟。实际去到红树林站，出站了后，轨道沿线拢有为2.5公尺悬的铁网仔，若不是挑工的，无可能走入去轨道。架再高，感觉还是会有人要爬过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控制那些人在想什么。不能因为情绪控管
个人的问题造成大家生活的不便捷啊。台北捷运公司经过巡查，确认轨道无障碍物了后恢复通车，虽然无造成意外，不过这个查某人的行为妨害行车、电力或者是安全系统相关设备正常的运作，以大众捷运法，上这会当甲讨赔100万。妨碍行车、电力或安全系统的设备正常运作，可处1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后续本公司将依法向民众求偿。入侵捷运轨道的情形，过去嘛捌发生。亲像去年8月，高雄有民众伫真爱买头站等车的时阵，看到无车牌奥多摆徛伫轨道顶悬，佮经过车站，高雄捷运公司顺线追查裁罚，以大众捷运法相关的规范，非大众捷运系统的车或者是人员进入捷运路线、桥、磅空等等非提供予公众通行的所在，相当会当罚7500的罚款。也若即届8月维里亚走入去台北捷运的查某人，因为抑个妨碍设备甲行车，有地输电力或者是安全系统设备无法度正常运作的记录，会当罚1万至10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新港有3只车仔顶个月自治过车路时阵，互车撞到，其中2姊妹重伤昏迷，大致目前有进展，目睭人已经会当振动，医生评估应该特别精神啊。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日也去美港公路视察，宣布美港公路高计划整体工程核定，总经费167亿，全部由中央来负担。行政长陈建仁11到中华县新港乡了解第60亿以线美港公路高计划工程，交通部公路局办理可行性评估，三国发挥审查年外，行政院宣布正式核定，总经费167.84亿，由中央全部负担。交通部表示，美港公路高计划了后定位是快速公路，应解决原本18个后置路口塞车问题，按算2034年完工。虽然是现在的施作是一个平面道路，把它高架化的一个计划需求，因为可以把全线的这一个28处的路口大概做整个一个立体化。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核定通过，我希望我们交通部这边在这个详细的综合规划以及环评的部分要来加紧土地的这个征收，也希望我们地方政府一起来努力。中华县新港乡圣诞的3只地，顶个月底经过美港公路甲建国路口，互修路车弄飞。当上阿姐经过近1天抢救，传出好消息。中华社团病医表示，伊目睭人已经因活动，应该特别测啊。目前情况就是说，昏迷指数6分，他的眼睛可以张开，眼珠可以活动呼吸器设定比较好，应该是快要醒了。医师也表示，阿姊阿妈棍损伤部分目前正靠有寡活动的反应，希望干细胞治疗了后，会有加一寡进步机会。当上的妹妹依然是当昏迷状态，无新的进展，不过已经无用性压制，伊的血压算是稳定，昏迷指数依然是3分。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查甫人捌写《机智世家》这套软体，伫迄当时真出名，说是好路唔行要去做歹囝。伊对我讲，伊有一套 AI 程式，会当自动操作股票、基金即寡金融商品，但年会当赚8.4%，吸引21个人去投资。不过警方初步认定涉嫌诈骗，食钱超过1亿2千万。伊本人对中国入境台湾了后，警方当场甲伊抓起来，专案10名嫌犯依照银行法诈欺等罪嫌移送法办。这查甫人穿甲真正式，为中国坐无人机登去台湾，不过马上互警察抓起来，互伊被负反省。都已经跟检察官说了。警方早就定位，可以被当讲，这四大嫌犯伫香港成立环球金融交流平台公司，讲是设计一套 AI 系统，用自动操作股票、基金机会，预算到买进卖出，免用人力，都应家己做较好。至少去引21个个人投资，非法骗钱有1亿2千万。吸取既有的这些被害人的金额，然后来交付给下一个被害人的利息，所以有可能是庞氏骗局。投资客在最近吸收不到利息以后，才惊觉是诈骗。每年8.4%高息率，每个月固定领利息，互投资的人也是被限制。这运输业司机上惨到2300多万，被掠集团10人，以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不过被害者会被骗。上大的处刑关键就是主嫌这个背景。
照数字船长开发长期世界软体，伫竞技比赛捌拍败冠军队伍，也好胜地主险，被俄罗斯台湾电脑长期王。过去佫做过国小老师，即马行外路。面对国内投资热潮，学者提醒，依照 AI 目前的发展，也做袂到稳谈未了。真的要做到自动选股，然后要下标，然后买卖等等，这件事情是可以做，但是应该是效能会有很大的局限性。AI 发展真紧，自动选股买卖学者表示，理论上无的确会使，毋过有准确性的问题。听到这种话，而且有思考的能力，而且投资市场变化真大，毋通就是放心交互 AI， 都100%趁钱。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东港这个渔船真明洋368号停伫咧摩里西斯港口时阵，却发生暴力事件。嗰名印尼船员甲台湾船长起咧拍，是因为这影片铺上网络才逼出来的。船公司表示，船头家已经有处理，这船长也受伤有看医生，按算这礼拜会回来台湾。船舱内底几个船员甲船长伫咧理论，气氛愈来愈紧张。常常有人出手拍船长的面，再来其他的船员嘛起脚动手。台湾接胜利的船长并无反击，甚至红标爱回失的。有带他去医院做检查之类的吗？那现在的伤势还 OK 吗？还 OK，就是应该还是还有点红肿，就是眼睛这部分。伫边仔看的船员甲影片抛去伫网络顶，这个渔船仔的暴力事件才见光。根据了解，屏东东港这个渔船仔真明洋368号，车次停伫摩里西斯路易斯港，船顶几个印尼籍的船员，拿枪替合约伫要帮的船员送行，伫船顶啉烧酒嘻嘻哈哈，因为船长话因动点，感觉不满才起脚动手。那东港区域会接获渔业署的新闻稿后，我们第一时间也与船东联络。那船东目前人刚好就在摩里西斯，他可以就近处理。受伤的船长已经伫当地治疗静养，按算上近这礼拜就会返来台湾。有其他资深的船长表示，因为船员人数较济，无论是外国籍或者是台湾籍，船长的管理拢爱掌握分寸。嘛有经验远洋渔船真侪年的船头家讲，即马人权甲工作权要提升，若欠渔工就无法度出海作业，颠倒互船长变甲较弱势。呼吁政府应该强化外籍渔工法治的观念。情绪问题啦，沟通问题，介侪物件，但是甲阮船东、甲阮船东、甲船长目前的经营的方向是完全唔对的。阮真无好啊，暗下这外籍渔工。我看了讲过啊，后壁拢唔免讲啊，船啊你就驶袂出港。渔业署表示，已经有派人去了解，而且协助后续报案的代志，袂容忍暴力行为。查证若是事实，才会将起脚动手的船员，都袂当搁往台湾的渔船仔食头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好盛堂12年一届的王献大典，顶一回王船出抢辽境已经是36年前咯。这届佫把这王船请出去辽境，民众三钱要看。庙方表示讲，因对1940年举办到今拢无登过，也要把这文资处申请市定民俗，把这项活动保留落来。水 NOD 当咧开水路，头前有家长团的扶持，双边兼有民众斗扣色，扣的就是这只24尺长的王船，大部分的王船便若出厂就准备要烧化。不过这摆台南好盛堂一去年才一颗的王献大典，是当36档王船开工了后，佮出厂西经7公里，这嘛形成府城旧城区真罕见的景象。标方讲，主要是12运王伫疫情尾声要来消灾解厄，嘛请真侪民众来求王船求平安。因为头前入面溜到遮传承啊，因为因即间拢无登过，因为别间有登过，你若登过一届，讲较白就是无机会，佮继续下一次。跟着孩子走走好玩。就忝，不会啦，开心就不累。王船出来受咱民众来吊拜，王船的来祝福，甲遮无形的嘛收转去。这个大天顺手的王船保揽是由传统工艺保存者王明贤用3个月时间完成的，全部拢是照寸布用纸糊的，把展现真侪古纸工艺风采。文书工作者指出，无论是狮头、铃，也是红顶星宿，看起来唔干那立体尔。这嘛，互王船更较神圣。相邻的部分伊是拢用手工就去捏的，
啊，你若看到船边有一寡较细尾的铃吼，讲实在，伊是用一般便的这纸啊落去夹的。最近这几档要看到讲船吼会当用手工捏这铃的部分，这只船可能咱会当好好来欣赏安尼。台顶的重头戏送王仪式，按算4月初6第3群新举办。白方表示，王恨台顶对1940年到今拼死传承，从来毋捌登过。这回庙方除了出版庙志甲文化点点滴滴记录落来，嘛向市府申请市林民俗，希望甲地方民俗发扬光大，推向国际去。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有人讲台北的大稻埕是戏曲，为着要传承传统戏剧，栽培新世代人才。今年3月，台北市艺文推广处拢会伫咧大稻埕举办青年戏剧艺术节，今年已经是第10年咯。邀请真侪出名的团队来遮参与，到4月中，逐礼拜伫咧大稻埕拢有精彩演出。歹人若是看到这个面躯，一定会惊到心惊胆跳，就地倒。只要甲互你面躯低起嚟，就会当互并发人随便做英雄。这出无性英雄是由东美分歌戏青年团演出，故事深实佮趣味。为着要庆祝大稻埕第10届青年戏剧艺术节，邀请侪歌戏和本地戏的新世代演员来扮戏。西方拢有迄什么蝙蝠侠啊，好吗？很多雷神索尔这些一些英雄嘛。那希望在东方的这个英雄的这个部分啊，也有一个不平凡。但是他是一个平凡人，内心嘛产生了那种英雄的气概跟英雄的梦，为了保护他的家人。今年的青年戏剧艺术节，有邀请到人间国宝王金英老师带的少年演员和棉花园总团做伙来参与。另外本地戏有小西园和金英歌等等，拢是名声趟全国的戏班。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办这个艺术节，就是希望正做戏剧传承的平台。老一辈传到这个后一辈，希望这个台湾这个宝贵的这个歌戏布袋戏等等会当安尼永远安尼甲传落台北大稻埕，互人讲是传统戏曲，为着要传承传统戏剧，栽培新世代的人才。青年戏剧艺术节的理念10年不变，就是要传承新世代的艺术家，互传统戏剧直直有新的创意和人才，让愈侪人来看戏。所来到4月14进前，伫台北大稻埕戏院和大稻埕码头，逐礼拜拢有精彩的演出。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11举办颁奖典礼，入围13项的奥本海默摕到这项大奖，包含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男主角也有男配角等等。艾玛史东是以可怜的物件第2届摕到影后。另外呢，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产地亚甲少年也摕到奖项。不过，伫咧会场外口有人呢，伫遐抗议反对战争，致使这典礼有牵着时间。奥本海默41奥斯卡颁奖典礼得奖上侪电影，包括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包办2项主要演员奖、外交电影、剪辑甲最佳原创配角等7项大奖。克里斯多夫·诺兰感谢这片，同时也是太太艾玛·汤马斯工作甲生活同调，共享人生所会荣耀。The incredible Emma Thomas, producer of all our films and all our children. I love you. 这条男配角的小罗伯道尼上台起场，就亲像漫威英雄上身，也感谢另外一半。Susan Downey over there. She found me a snarling rescue pet, and you love me back to life. That's why I'm here. 新年末会是影帝将电影献给故乡甲和平倡议者。For better or for worse, we're all living in Oppenheimer's world, so I would really like to dedicate this to the peacemakers everywhere. 为越来越爱你了后，2摆红球的艾玛史东对得奖情绪真激动。My voice is also a little gone. Whatever. The women on the stage, you are all incredible, and the women in this category. 最佳女配角是第6星达芬·乔伊·兰道夫。代表台湾入围最佳纪录短片的金门无得奖，由美国的最后的乐器维修师得到。最佳动画片是《冲路甲少年》，这是导演宫崎骏为2003年身份销路了后第1摆得到小金人，不过伊无参加典礼。
典礼由脱口秀演员吉米金摩第4摆做主持。第一班服装设计奖的时阵，甲颁奖的小演员约翰斯坦的创作桥段，互全场叽叽叫。Costumes, they are so important. 最佳纪录长片导演同时也是记者的切尔诺，伊发言互人心思，严正竞争之下，无人是赢的。But probably I will be the first director on this stage who will say, I wish I would never made this film. I wish Russia never attacking Ukraine, never occupying our cities. 公司新闻郑淑芬评论。英国的凯特王妃庆祝母亲节的相片铺上网络，伊伫今年1月手术开刀了后，头一届对外公开画面。这相片看起来是真好看，不过有媒体表示讲，这相片看起来有可能是假。网站也伫咧几点钟后把这相片提掉，但是英国王室说是无做任何回应。这是凯特王妃去年2月前边节拜访英格兰一间老人中心，特别做前边等亲民作风的场景。不过凯特王妃因为动刀关的手术，对去年耶诞节都已经无看的人，嘛，互外界又讲伊是毋是健康状况出问题。伫70英国母亲节这天，肯辛顿宫特别发布这张讲是威廉王子翕的，内面有凯特和3个囡仔看起来真欢喜的相片，希望消除大家的疑虑。相片内面凯特倒手架手，一个染夏绿蒂公主，一个染路易王子。大汉后生乔治王子是徛伫后壁，用双手揽妈妈，4个人拢笑甲真欢喜。凯特嘛伫个社群媒体发文，感谢大家过去2个月以来的善意祝福和支持，嘛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但这张相片出来无到12点钟，包括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 Getty Images 等等这4间通讯机构拢把相片撤掉，互各界看一个是戆面。其中美联社是直接伫个相片顶悬画一个禁止的符号，表示讲经过斟酌审查，这新闻来源的相片敢若是有互人改过，要求包括社群媒体在内的所有平台拢甲相片落架。另外，路透社嘛伫个相片顶悬画一个真大的册讲，这夏绿蒂公主倒边的手看起来都是怪怪，要求使用者应该抬掉。有其他评论讲，凯特倒边的枕头啊，看起来都是无自然，而且阁无挂结婚手指。另外，乔治王子正手的影像是失焦的，背景的树啊，伫冬天是毋是伤青？针对外界遮侪质疑，肯辛顿宫甲大拢无回应。英国王室本地只是想要去讲，凯特伫咧手术了后状态真好，即马毋但效果歹，颠倒互外界开始乌白药。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国民党立委要推动无在籍投票，包括总统大选会当伫咧境外使用通讯投票。不过，中选会主委李进勇表示，咱的选举严重受到境外势力的干涉，选制要改革需要斟酌去思考，也希望讲这无在籍投票会当先对公投来试办看卖，再来针对大选做改革。国民党立委提案修法，推动选举不在籍投票。也就是免伫徛户口的县市投票，包括开放境外通讯投票，引起民进党的反弹。这个是要互中国介入选举。民主国家的选举近年来受到境外势力介选的情形相当的严重，所以任何选制的改革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做到尽善尽美，那同时要能够保持维护这个民主选举的核心价值。李进勇嘛表示，选举制度改革需要谨慎来考虑，希望先为对事的公投启动不在籍投票，而且以转移投票的方式来实施，加做选举不在籍投票的参考。不过，南亚立委批评讲，公投甲一般的选举同款重要，应该做一改革完成。选举啊，你不能够因为选制的一个改变，一下子冲击到选务，所以我们是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你刚刚讲说选举跟公投重要性一样重要，可是你们在实务执行的时候，你们显然是把公投当成实验嘛。目前不在籍投票法的草案并无党团的版本，敢若有国民党立委王芳美提案的版本，主张以通讯投票、特色投票所投票2种形态为主。有定是提出分阶段实施，先起全国性投票采转移投票，再个豆豆扩大到地方性投票。民众党团是分做短期、中期甲长期计划，加速推动不在籍投票。广泛的觉得，只要去过大陆啊，就是抹红，所以把台商啊污名化。我认为我要奉劝民进党，千万万万不可。
那至于说不在籍投票范围要实施多少，范围要实施的对象，那这个大家可以谈。既然投票是秘密行为的时候，他们要寄选票的时候，难道不会在中国的指导下投票吗？那你从不同地方全国各地送回来投票，公方要开票就不怎么样开票了。那已经发生暴动了，要这个通讯投票的话，海外投票的话，先去修宪再讲。李阳日讲，通讯投票或者是境外投票，技术条件真悬。伫选票运输的过程，较会产生弊端。投票的人嘛，较会受到投票地点的社会气氛、甲意识形态等等的影响。不在这投票伫国会，嘛佫一个引起调野的交锋。记者综合报道。1949年5月19是国民党政府颁发戒严令的日子，就开始这43年白色恐怖时期。根据促转会报告，受难者超过2万人，不过民间认为尚无有20万人互偷掠起来，加禁或者是正决。这样重大历史创伤，咱宣布一个记忆日来悼念。有民间团体就邀请真侪白色恐怖受难者甲家属，共同呼吁政府甲5月19定做是白色恐怖记忆日。希望这款用威权迫害人权的悲剧，唔通搁再发生。民众一个一个提蜡烛拜出519的字样。1949年5月19是国民党政府颁戒严令的日子，了后的43年都是白色恐怖时期。根据促转会的报告，受难者超过2万人，不过民间认为尚无20万人被秘密逮捕、监禁也是枪决。但是这重大的历史创伤，却无一个记忆日。8月民间团体和受难前辈甲家属发布宣言，呼吁政府应当甲5月19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这家族的受害，无属于阮伫监内底。才是受害的人，所以这个受害的人，这么多时间这么长，是安怎无一个固定的日子来追思纪念？咱必须要，互咱所有伫白色恐怖时期受迫害的这些前辈们，咱爱互因一个历史的交代。要给他们一个历史的交代，绝对不能让他们来白白牺牲。民团指出，有侪侪民众对228事件和白色恐怖拢分不清楚，建议政府要用文化运动甲历史教育来促进记忆的强化，嘛爱有纪念碑也是标志，互民众对生活中去了解白色恐怖。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陈菊嘛来到现场参与表态支持。对白色恐怖记忆日这个活动，我充分的支持。我嘛期待讲台湾的社会会当去重视。我嘛希望国家人权委员会会当做一个真好的桥梁。新台湾和平基金会表示，因要推动甲5月19定做白色恐怖记忆日，除了是和228事件分出差别，这嘛是悼念受难者的严肃的日子。因说来开始联署这个争取社会的共识，希望台湾人民甲白色恐怖见好调，民主才袂行翻头。记者卢尚如、郑俊佑、新北报道。台北101个台中巨蛋今日举行动土仪式，特别请日本设计师来设计，内面会当抵2万人，安算伫咧2030年完工。有学者认为未来伫遮会当举办大型的演唱会等等，但是也有人认为讲场地遐大无捷运经过，活动结束当天要安怎离开，这也是一个大问题。日本建筑大师魏延福将建筑手稿交予台中市长罗秀贤，等19年经过9摆招标，总预算追加到99亿的台中巨蛋。11开工动土是台中第一座室内大型体育场演定所，主场馆应容纳1.5万人，副场馆5000人，按算2030年完工。每一个伟大的城市，包括台中市，都应该要有一个巨蛋。可以让我们1万名以上的市民朋友们好枕以暇，坐在室内。台中巨蛋伫北屯区14期中华区6.9公顷，完工了后，因举行艺文展现、网球、破线球、篮球等运动比赛。观光学者提泰勒斯到新加坡演唱为例，会带来将近5亿新币，相当170亿台票的上期散单，因为对推动中台湾观光发展有帮助。泰勒斯到新加坡去演唱他就帮新加坡创造了5亿新币的一个产值啊。所以如果大巨蛋这种场所，那未来办相关的活动的话，都可以有聚集相当的一个观光效益。
不过，有学者认为，巨蛋政治下动到全台湾已经9粒，台中巨蛋不止无坐稳经过，加上附近的洲际棒球场线场人潮如何疏分，会是一大问题，不止影响居住品质，也背离原本的都市计划。不是花100亿盖大巨蛋，它这个配套搞不好要花好几百亿，我们值得这样子做吗？可是这一件事情都一直还在被搪塞。因为它的配套交通措施是相当昂贵的，因为它不在原来的计划轴线上面。伊强调，若演唱会疏分维护，民众体验感受无好，是不是影响续经营充满变数？台中普能成功，不过后续效应引起高度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肺癌是台湾民众死亡率上介悬的癌症，若是肿瘤探到脑的时阵，只剩几个月挺好活命尔。不过今年3月开始，健保正式甲每期肺癌双漂白药啊列入去给付，条件包括拔刀手术切掉、脑转移等等。临床试验确实会当拖慢病情恶化，替病人省上百万的药钱。65岁黄女士伫8当前确诊着肺腺癌第3期，伫2年后好发，佮转移到脑部，出现脑水肿的现象。因为伊的肺腺癌有 EGFR 基因突变，伊拄则食 EGFR 的标靶药啊，佮做会合并抗血管的新生药啊，做双标靶的治疗，较大已经伫要5年，伊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但是药钱嘛已经开要上百万这么多，一次都要超过快5万块。那所以我到现在已经打那个艾斯汀已经打了60次了，所以都是自费。没有肺癌脑转移的患者唔免烦恼，因为对今年3月初一开始，健保正式甲每期的肺癌双标靶治疗纳入给付。意思讲，伫台湾非小细胞肺癌差不多占92%，个人上定着的肺腺癌就是其中之一。尤其有 EGFR 基因突变的患者，脑转移的比例有60%这么悬，但若会当用双标靶药来治疗，临床顶是会当互病情恶化延1年5个月。它可以延缓它的抗药性然后这个抗药性可以延缓，大概一般从11个月可以延缓到16到17个月，那效果就很明显了。医师强调讲，肺癌的死亡率一直这么高，和确诊的级别有关系。来当透过无共药的配合，拢有机会来稳定病情。即摆肺癌双标靶药的给付条件，包括无法度手术来切掉，也是脑转移等等，伊个会当减轻患者破百万的经济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水鹿啊，过去拢出现伫咧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山区。不过，道路局国家公园管理处最近发现，海拔600多公尺的山区也是有出现水鹿啊，这有可能是受到人为影响才会刷受的。研究人员自动相机内底一张台湾水鹿的相片，翕甲真清楚。水鹿伫太鲁阁国家公园的废墟矿区，这海拔才661公尺，和以早水鹿拢生活伫2000公尺以上的悬山无同款。以往都是在台湾高山，比如说南湖、七海这边比较容易见到踪影哦。那经过这次的研究，我们很高兴说，台湾这么多年的保育以后，水鹿有逐渐在往东扩散，也有逐渐在往地下拔扩散的一个生物回归的一个现象哦。外界好奇台湾水鹿哪会迁到较低的所在？太管处按2009年开始委托并科大调查大清水到废掉废弃矿区周边22平方公里，海拔大约500到1500公尺，拢总有30台相机、6台录音机监测。基地的破坏或是人为的一个开垦所以造成说研究都是在2000公尺以上才会发现水鹿啊。那最近又因为大家的保育，台湾水鹿才会逐渐的往东移动，也会逐渐往中低海拔扩散啊。太管处强调讲，这个监测报告嘛发现讲，园区内的饲养动物资源评价期更加丰富，其中以长漳山羊、台湾猴和漳水马较侪。大清水矿场是赤白碰处、甲白面乌处，和过去的研究比较，但园区内的物种数量拢有增加。记者综合报道。野鸟学会伫咧桃园81个鳖仔发现到40种2万多只野鸟，显示这鳖仔对大鸟来讲是真重要的。不过有鳖仔起步道了后，生态受到破坏，野鸟数量就大减少。学会也呼吁市政府就要重视。规定的红头尖鸭，不时会藏落水底掠鱼仔、虾仔来食，也有同款的藏落水底掠鱼仔的鲈鱼，甲国际保护联盟红皮书内底青头尖鸭、白眼尖鸭。每一年拢有济野鸟伫咧桃园的鳖仔过冬。
我们之前在这边做那个调查的时候，曾经看到黑鸢抓着老鼠这样子，我们有拍到。这边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类型的那个鸟类。桃园的鹎仔真多，野鸟学会去年11月至今年2月，伫81个猪仔调查，发现拢总有40种20533只野鸟来到遮生活。不过学会嘛发现讲，永年寒冷，但也数量真侪观音区红长鹎，伫整建宽湖步道等等的设施了后，野鸟的数量减真侪，呼吁市府都要重视。红糖鹎在5年前左右的时候，差不多有1000多只的风头潜鸭。可是现在因为公园的改造，其实它便利了人，可是它不便利了这些野动，所以呢，其实风头潜鸭到现在目前已经没有半只了。未来如果说要新建在湖边做一些游戏的设施，其实要从生态跟人的角度一起去考量。桃园市野鸟学会表示，桃园有3097个鹎仔。不过，真正会当互尖鸭或者是其他的雁鸭来遮休困生活的所在已经无侪。安怎伫个市区位设计出互人甲动物共享的环境，会是重要的课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家己铺子推广在地文史的青木屋医疗文化馆，配合大科大教育游戏团队，设计出小解铺子鸡仔的拄仔衣，佮再结合手机的影像，或者拄仔衣会当对室内升高色挂。有人点册肠、米肠甲鸡面，念出拄仔衣卡片顶面的条件，看家己的手头敢有符合的地点，若有就会当得分。一般的拄仔衣、拄仔耍拢是伫室内倒定义，不过这个会当利用手机的镜头到小外耍实景改卖。这套用铺子做主题的拄仔衣，会当行出好啊，那耍那就捌铺子。耍的感觉吼，我感觉我较了解铺子这个所在啦，有足侪食物件，啊足侪好耍的所在，啊佫有。伊的传统的信用，啊，佮伊的文化，真欢喜看到店家吼，透过即个物件，介绍出咱铺子的文化、产业、历史，啊，佮有产业吼，透过耍的方式，互游客啊，叫在地人熟悉咱的铺子。这套拄仔衣内底小解古迹景点，或者是店家，计共有35位，做伙研发医疗文化馆讲，为图面甲内底的内容，都是在地人对铺子的支持。伊顶悬的图呢，拢是遮的民众吼来家己画出来，吼，足特别的，用画出来，毋是翕相的，吼，所以讲吼，这个含在地的关联性更较大，互人有参与感。铺子在地医疗文化馆透过产学的合作，甲台湾科技大学的团队用2天的时间来研发这套铺子的倒仔衣，除了希望向游客小解铺子，也希望在地人会当更较认捌家己的故乡，甲这个记忆传承落去。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当着这天狗假日动物有啥物款的反应呢？研究人员发现讲，有一寡动物会出现奇怪叫声，甚至有动物已经当作是日头落山。后个月初八，美加地区会再出现天狗假日，科学家也要观察这些动物会出现啥物款有趣味的反应。一道地红号做伙搭设，甲好仔囝围起来，甲因保护。这是2017年8月伫发生天狗假日的时阵，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动物园的怪现象。研究人员讲，因迄当阵佫发现南卡动物园的加拉巴哥象龟，伫日头当中风炸掉的时阵，竟然开始做互人歹势的代志。讲的麒麟鹿开始真烦走来走去，当南妈长手的狗发出无听过的声音。外表真恐怖，但是个性真安静的科莫多龙嘛不安动来动去。And the Komodo dragon we were watching before the 2017 eclipse, it literally didn't move at all. We watched it all day Saturday, we watched it all day Sunday, then the eclipse was on Monday, and just in those couple minutes during the eclipse, it started running around and had a reaction. 科学家讲，后个月初八，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嘛有天狗假日。即摆因会全面检视动物园内面无共种类的野生动物，会有啥物趣味的反应。This time around, we're going to look at some of the same types of animals. So we're going to look at a different group of gorillas and see if they behave the same way as previously. We're going to look at another group of giraffe. 科学家讲，过去发生事日的时阵，常常都有人看到野生动物出现个别的无正常的行为，一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人去进行较严谨的研究。目前初步看起来，这款动物是准时讲天狗假日，就是到暗时啊，会集体转去因的树。但即摆唱歌敢袂搁较罗曼蒂克，狗感觉会唱奇怪的歌，拢是科学家观察的重点。公司新闻张惠美编译。
纽西兰的海洋生物研究团队进前伫咧南岛东部海域的深海，发现到大概100种毋捌看过海洋生物物种，包含鱼仔类、陆地漩涡等等。研究了后，也代表讲研究任务无法度停休，要继续做落去。研究船伫无算平静的海边行，这是伫纽西兰南岛东边的外海，是邦迪群岛的海域。水面下骹数千公尺深的海底被叫做邦迪海池。研究团队动用深海无人藏水船，用鱼帮这工具将各种样本固上船。水船的研究人员马上检视这海洋生物的外观，佮加做了壳内底已经知影物种来比对。This particular species is only known from that specimen. The strong suspicion we have right at the moment is this is a new species. 研究团队成员除了国立博物馆，也有来自纽西兰国家水学家大气研究所、加英国、澳洲的专家。因收集将近1800样本，航行海域范围长有800公里，上深的水有4800公尺。当然，因的辛苦并无白了。We've gone to lots of different habitats and we've discovered a whole range of new species, from fish to snails to corals and sea cucumbers, things like that. Really interesting species that are going to be new to science. 根据纽西兰国家水学家大气研究所资料库，四周的海域已经确认物种将近18500种。未来3礼拜分析结果会纳入这个资料库当中。公司新闻时间真便宜。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吉兰到新竹对14度到23度，表列到云林对15度到25度，嘉义到屏东对16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6度到2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0度到22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